城有人自縊。昨晚27日9時許，九龍城道151號一單位，一名姓李26歲男子懷疑在上址上吊，家人報案求助。救援人員接報到場，發現事主以一條約4米長電線上吊，消防將其解下，事主現場被證實死亡。警員於現場沒有檢獲遺書，事主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九龍城有人自縊。昨晚27日9時許，九龍城道151號一單位，一名姓李26歲男子懷疑在上址上吊，家人報案求助。救援人員接報到場，發現事主以一條約4米長電線上吊，消防將其解下，事主現場被證實死亡。警員於現場沒有檢獲遺書，事主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。